昨天有粉丝说这个滑滑梯非常的安全，今天我叫我几个幺儿来测试一下。首先上场的是我大女儿，眼边的墙这么厚，肯定不会滑出去了，果然很安全。哇，什么情况？哇，天哪，直接飞起来了！这就是你们说的安全呀，还掉出去了呀！我还没有来得及阻止，我家二女儿就滑了出去，我看到她的笑得昂昂的，没有想到这一笑却是永别啊！滑到第3阶段的时候，要飞起来了！我的天，空中880度旋转，终于砸到了地上，最后又卡在了风缝里面，天哪，动弹不得呀！我家三女儿非常的谨慎，她选择滑中间，看来她比较聪明，因为两边都很危险。果然中间是最安全的，我牙刷速度又快了，哎呀妈妈呀！我的个天，空中900度旋转，直接打进了墙里面。我家四女儿最聪明，她没有选择那个滑梯，她觉得那个滑梯非常的不安全。这是个什么情况啊？这就是你们说的安全了，安全的牙刷了！我的个天哪，难怪你打死了，那个蛋清啊一直在流啊！哎呀妈耶，不晓得我家幺儿能不能安全到达地。哇，